为着防止疫情拓开，到11月初6进前，全国是禁止台猪、猪肉禁止运送。11月初7，敢会当准时解禁？农业部会定真评估。除了禁台禁运，目前全国是暂时禁止用喷来饲猪。不过，昨这标律时已经宣布讲，未来是要全面禁止用喷来饲猪。希望是会当甲中央争取补助，帮助饲猪户来转型。阻挡非洲猪灾疫情，确保县内将近6万只猪仔甲全县的畜牧业安全。苗栗县10月31宣布，即马开始全面禁止使用喷饲猪。养猪也好，或者是你肉品市场或摊商，大家都市场影响很大。那整个整体考量之后，我们还是决定就先占用这个厨余来养猪了。高雄嘉义甲苗栗陆续宣布永久禁用喷饲猪，国家本来就无使用喷饲猪的分林这县市，目前有12县市无用喷饲猪。全国饲喷养殖场前3名，屏东县98，桃园市98，新北市有67位暂时是无禁喷。新北市表示，中央已经伫评估，会配合办理。不过，这个事件已经未少专家建议，政府应该考虑永远禁喷饲猪。让他们转型改为饲料养猪，降低风险嘛。屏东乌猪饲养畜牧协会认为，若是未来永远禁喷，养殖户特别是乌猪，会被迫转型使用成本较悬的饲料，恐惊地区部分养殖户领补助了后退出，甚至转型饲白猪。未来乌猪的市场比例会为本来8%减到剩2%，甚至消失。支持禁喷的政策调整，无应该全部禁用。那这些养母猪、仔猪的这一些，它变成就是说，末端产业链就是没有人要养了。家用厨余最高风险就是直接切割出去，养猪的这些事业废弃物由共同蒸煮中心来去做处理。我们还是持续辅导我们的猪农转这个厨余养猪户好的一个转型用饲料的方式，这个政策是不会变的。防疫优先，农业部长陈俊贵也是无回应是不是禁用，不过强调，若是11月初7顺利解除禁运禁毒，定真会当用喷饲猪，安尼有4个前提，其中养殖户必须爱经过联合稽查，落实催甲煮，而且爱处理完善。公视新闻采访报道。